歡迎嚟到 Bookmark。有一條問題足以顛覆我哋對歷史嘅理解。如果耶穌基督從來冇出世，世界會變成點？根據詹姆斯金奈迪博士同 Jerry Newcomb 嘅研究，呢條問題足以改變我哋點樣理解法律、文化，甚至日常生活。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，有一點好難否認，冇任何人對人類文明嘅影響比耶穌基督更深遠。而家就一齊透過呢本書睇下原因。基督教其中一個最顛覆性嘅改變，就係重新定義人命價值。喺基督之前嘅西方世界，人命好廉價，殺嬰普遍，女嬰被遺棄，奴隸制度理所當然，而鬥獸場嘅死亡成為大眾娛樂。但基督教提出一個全新觀念，每一個人都係按上帝形象被造。耶穌為弱勢發聲，甚至話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. We love you, Jesus.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. 呢個信念慢慢改變咗整個社會。殺嬰被禁止，鬥獸場被廢除，而曾經被視為不可避免嘅奴隸制度，最終亦被廢止。由古代世界開始，到19世紀，好似威廉·韋伯福斯等基督徒改革者，推動徹底改變。耶穌改寫咗人對婚姻同家庭嘅認知。喺馬太福音19章4至6節，佢再次肯定一夫一妻嘅婚姻制度，強調婚姻要建立喺忠誠同彼此委身上。隨住基督信仰嘅傳播，以往傷害女性嘅制度，例如一夫多妻，喺信仰扎根嘅地方慢慢消失。男女喺上帝面前平等嘅觀念，喺當時可謂革命性，亦大大提升咗女性嘅尊嚴。耶穌其中一個最長遠嘅傳承，就係慈愛。喺古代異教世界，醫院、孤兒院、照顧窮人嘅制度幾乎唔存在，呢啲全都係由耶穌愛鄰如己嘅教導催生。好多今日嘅人道組織，最初都係基督教行動，好似基督教青年會、救世軍等等。即使後來變得世俗，仍然續住基督教嘅價值觀。簡單講，如果歷史上冇耶穌，就唔會有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嘅服侍。咁就引出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：點解一個人會關心其他陌生人？單靠偶然同時機，無神論世界觀，真心犧牲嘅愛可能存在咩？泛神論講究超然同淡泊，但以情感疏離照顧一個生病嘅小朋友，同因愛犧牲自己睡眠同舒適，完全唔同。自我犧牲，為他人付出嘅愛，喺基督教入面表現得最完整。冇耶穌，呢個世界會冷漠得多，殘酷得多。基督教徹底改變咗教育。喺基督出現之前，學習主要只屬於精英，重點係訓練統治者，而唔係服務社會。基督教推廣識字，好讓普通人可以自己讀聖經。為普及教育，大學同現代學校制度打下咗基礎。印刷術嘅崛起，都同古騰堡聖經有關。歐洲同美洲好多大學，牛津、劍橋、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，最初都係以基督教目的創立，研究上帝、聖經同自然世界。雖然而家使命有變，但創立時嘅理念顯示出基督教對學習同真理嘅承諾。19至20世紀，傳教士帶住呢個理念去到亞洲同非洲，建立無數學校、醫院，好多至今仍在運作。歷史上少有力量對全球教育同識字有咁大影響。而家喺美國，隨住公立教育世俗化，教育質素下降，識字評估顯示閱讀能力弱化。而教會、家庭同學校曾經提供嘅道德指引，大多被媒體同網絡文化取代。對墮胎、離婚、性別角色、吸毒嘅態度，亦變得更加寬鬆。
冇咗耶穌基督嘅影響，人類可能仍停留喺無知嘅黑暗，而依家似乎又有倒退嘅趨勢。以賽亞書40章22節講到地的圓圈，呢句經文寫喺2700年前，遠早於現代天文學，洞察力超前。基督教亦喺現代科學興起中扮演核心角色。好多人口中，信仰同科學係敵人，但事實唔係咁。早期科學家好似哥白尼同伽利略，兩位都係虔誠基督徒，佢哋相信宇宙有秩序，因為係理性嘅上帝所創。呢個觀點同聖經嘅洞見一致，例如以賽亞書。正因為呢種信念，佢哋用系統方法研究自然，而唔係只靠古代權威。佢哋嘅工作為後來科學家打下基礎，好似牛頓發展出運動定律同萬有引力，塑造咗今日嘅科學世界。所以，現代科學唔係喺基督教之外誕生，而係喺基督教影響下逐步形成。The stars align tonight. Jupiter's moons are clear. A new constellation is born. 耶穌基督嘅影響深入自由同人權理念。基督教教導我哋，每個人都擁有上帝賜嘅與生俱來權利，而唔係政府賦予。早期美國尤其明顯，清教徒建立契約式政府，以聖經原則為基礎，大覺醒塑造道德願景。基督教思想家強調責任、有限政府同不可剝奪嘅權利。美國憲法反映呢個理念，人有缺陷，權力必須分立受限。正如以賽亞書33章22節講，耶和華是我們的審判官、立法者、君王。今日我哋嘅言論自由、良心自由都源自基督教傳承。雖然政教分離係為咗防止宗教迫害，但從未意味要將上帝完全排除喺公共生活之外。耶穌嘅影響唔止喺法律、教育、科學、自由同社會制度，佢仲深入我哋日常生活。我哋點工作，點關心他人，點表達創意同希望。下一條影片，我哋會探索呢啲個人同文化嘅傳承、工作態度、醫治、藝術同恩典嘅力量。